亦都有街坊照應，形容係啱啱適應，暫時唔會考慮搬走。但話樂善村嘅位置比較偏僻，出入始終唔方便。72歲嘅程女士獨居喺宏福苑，火災時成功逃生。佢接受本台訪問時話：災後呢段時間，除咗繼續去黃大仙湊孫之外，其他正常社交都停止，包括同朋友飲茶同埋上跳舞班。佢因為社會持續關注火災新聞，氣氛低落，自己都唔想出席太歡樂嘅活動。佢話目前最希望當局盡快俾居民返回單位點算損失，已經取消旅行計劃，留港等待安排。內地社交平台流傳片段，有越車南下嘅內地車主聲稱喺香港駕駛時使用智能駕駛系統，曾經單手控制軚盤，更加一度雙手離開軚盤。運輸署表示正嚴肅調查個案，會透過司機提供嘅電子聯絡方式，向涉事司機發出警告同繼續跟進，除非有滿意答覆，否則署方會暫停呢名司機預約出行嘅資格。署方強調，政府非常重視車輛同道路安全，部分汽車可以使用認可嘅先進駕駛輔助系統，例如自動泊車、車輛側撞警示、車道偏離警示等。但由於中港兩地交通規則不同，使用整體組合式駕駛輔助系統可能違反相關駕駛法例，因此唔應該喺香港道路上使用。署方亦都已經向越車南下嘅車主發出有關指引，駕駛人士使用任何未經運輸署批准嘅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可能觸犯相關交通規例，一經定罪可以罰款或者監禁。近日本港天氣轉涼，家庭醫生林永和提醒長者要注意保暖，避免患上低溫症。家人亦都要多關心，而患有慢性疾病嘅市民亦都要留意有冇出現心口翳悶或者痛症，或者會引發急性心臟病。林永和喺一個電台節目話：流感病毒喺冷空氣同低濕度嘅環境傳播機會更加高，傳播力亦都更加強，加上天氣轉涼時，人嘅免疫系統可能會發揮得比較不理想。呼籲市民外出時要戴口罩同多洗手，室內保持空氣流通，減少交叉感染嘅風險。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平台發文，話美軍星期四向尼日利亞西北部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發動強大同致命嘅打擊。佢話伊斯蘭國殘忍殺害無辜基督徒，規模係幾個世紀以嚟未見過。美軍已經執行多次完美打擊行動。尼日利亞外交部亦都證實，同美國開展安全合作與情報協作，通過空襲行動，精準打擊尼日利亞西北部地區嘅恐怖目標。呢節新聞報道完。天氣報告。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天氣乾燥，下午短